后来继续来看中国的解放军，昨个派出着2架战机来扰乱台湾。这个飞行的高度上低只有30公尺，创下新低。为着要防止中国破坏着区域的和平稳定，英国驻日本大使馆来表示，英国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将要来执行第1届的作战的部署，要甲10外个国家联合来做军事演习。 英国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打击群宣布和10个国家做伙举办军演，由引起主权争议的南海驶到亚洲，拜访印度、新加坡，嘛停靠伫日本和韩国。船除了载18台战机，阁有6只军舰。路透社报道，目的是为着要加强和东亚地区国家的安全关系。 新的8国联军快要成型了。东亚，尤其是台海安全的问题，已经不只是台湾跟周边国家关心，包括欧美的国家都把这个视为重要的他们的国家利益。 台海局势嘛是真紧张，中国解放军昨个一摆派军机飞来台湾西南边，高度上计有30公尺，超有实战老悬，可能是想要探测雷达视角。咱台湾空军看到了后，使用广播给赶走。是在对台湾的防空进行必要的侦测。我想，这一连串的动作必须让台湾提高警觉。 不过，这个时阵所发生，咱国军甲美国买的战车新台票爱173亿8500万，咱本来定100台，不过美国的报价煞比进前贵，每要讲话40-50台。 我们现在好像就有一点被予取予求了哈。会不会是因为建案已经建立的比较久，而它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增加或暴增，我们要不要重新考虑？我们都建请军方要好好的再三思一下。 进前嘛发生过，美军采购案搁收价，尾后就伫咧数量或者是配备拍折扣。国防部在斟酌评估，可会对国防有收大影响。